大家好，跟住落嚟係時事分享。今次嘅主題係愛護地球，環保中秋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分享3件事喎。第一件事係颱風華加莎啦，第二件事就係月食，而最重要就係要宣傳一下月餅盒嘅回收活動啦。哇！相信大家都記得颱風華加莎為大家帶嚟咗2日嘅颱風假期啦。哇！難得嘅10號風球，大家有冇諗過去體驗一下？喂，我想約你啊！約我去邊啊？上次華加莎集講，我喺屋企瞓大覺，好可惜啊！有咩咁可惜啊？睇唔到有幾大風咯，所以我想約你下次去追風啊！哇，咁大風啊！你有冇睇新聞㗎？衝到上岸，企喺岸邊觀浪嘅2大一細失平衡跌倒，被巨浪淹沒。星期三網上就流傳咗呢段影片，係10號風球懸掛期間，有3個人喺海怡半島岸邊追風兼自拍，最後俾巨浪衝倒跌咗落地。警方接獲求警協助報案，收集證據同部署之後，喺星期4下晝拉咗2名南亞裔女子涉嫌疏忽照顧兒童。佢哋分別係印度籍同斯里蘭卡籍，2個係朋友關係，其中印度籍女子係男童嘅媽媽。喺舉報行動裏面呢，我哋亦都喺同一個單位揾翻喺涉案嘅男童，佢年紀係8歲。男童已經被送去醫院檢查，初步見到呢，男童嘅手腳係有明顯嘅擦傷嘅。喺颱風華加莎襲港期間，仍然見到唔少嘅父母帶埋仔女追風逐浪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星期4早上喺電台節目度呼籲市民唔好令自己身處險境，又話當局會研究家長帶仔女追風係咪涉及疏忽照顧。我諗呢，我哋就冇一條罪叫追風逐浪罪嘅。咁但係呢，如果你係去我哋宣佈咗啲沙灘嘅地方係應該係關閉咗啦，你強行進入呢，呢個呢係會有個罰則喺度嘅。但係當然我哋亦都提到呢，就係你明知係好危險嘅地方，你仲同啲小朋友去，會否構成呢個嘅係疏忽照顧兒童罪呢？我覺得我哋係可能要喺呢方面咧研究一下。追風梗係唔得啦，除咗危險之外，仲犯法添啊！除咗颱風之外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其他嘅天然現象啊？唔係講緊嚿雲啊！你知唔知香港有月食㗎？知道啊，但係時間係喺凌晨，所以我瞓咗啦。我特登唔瞓都睇唔到，俾啲雲遮住晒。不如我哋去了解一下咩係月食啊？喺今年9月7號晚上至9月8號凌晨，香港將會觀察到月全食。地球喺背向太陽嘅方向會形成一個陰影，稱為地影。地影分為本影同埋半影2個部分。本影係指完全冇受到太陽光直射嘅區域，而半影就係指受到部分太陽光照射嘅區域。月球喺圍繞地球運行嘅過程中，有時會進入地影，產生月食現象。如果整個月球完全進入地球嘅本影，就會發生月全食。但如果月球只有部分進入本影，就會發生月偏食。若果月球只進入半影而未進入本影，就會發生半影月食。喺月全食嘅時候，當月球進入地球嘅本影，理論上陽光會完全俾地球擋住。不過，地球嘅大氣層會將陽光中嘅藍光散射走，只係剩低紅光折射到月球表面，令我哋睇到呈現暗紅色嘅月球。大家可以留意月食發生嘅時間，喺9月7號，月球會喺下午6點21分升起；喺9月8號凌晨0時27分，月球會開始進入地球本影，月全食嘅偏食階段開始。凌晨1點30分，月全食嘅全食階段開始，月球會完全進入地球本影，並且呈現暗紅色。凌晨2點12分，月球會最接近地球本影中心。凌晨2點53分，月球會開始離開地球本影，全食階段結束，月球嘅光芒會重新喺月面邊緣出現，再次進入偏食階段。凌晨3點57分，
月球完全離開地球本影，月偏食結束。月全食發生嘅時候，月球位於西南方，距離地平線大約43至56度。相信只要喺冇高樓大廈遮擋嘅地方就可以睇得到。因為月球喺天空嘅仰角會隨住時間漸漸變低。如果想睇隨後嘅月偏食階段，可以去西南方向視野較為廣闊同埋低空不受阻擋嘅地方。大家如果有興趣，不妨喺9月8號凌晨抬頭望向天空，睇下有冇機會欣賞到今次月全食嘅天文現象。係講緊月食啊！記唔記得9月8號嘅凌晨有月食啊？仲要有紅色嘅月亮㗎！哇！蓮蓉月餅、蛋黃月餅、雪糕月餅我都好想食啊！哇！咁多嘢㗎，你食完啲月餅盒點處理啊？丟晒佢咯！學校有回收月餅盒嘅活動啊，你不如拎翻去學校回收啊！係喎，咁我拎翻去回收啦。我幫你拎啦，唔該。冇錯啦，我哋學校就有月餅盒同埋月餅罐嘅回收活動。所以希望大家食完月餅之後呢，可以幫下我哋嘅地球啦，將一啲鋁製嘅月餅罐拎翻嚟學校，放喺大門附近嘅收集箱。我哋學校收集之後就會進行回收㗎啦。大家記得帶月餅盒翻嚟回收啦！今日嘅時事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